大家好，今日唔係嚟驗樓啊，今日同大家睇 BJ40柴油版啊。識玩四驅車嘅人呢，一定要出翻部柴油版啊。正所謂真正嘅越野硬派，就係要有嗰種火水味嘅柴油啊。柴油版嘅車呢，小弟都試過啦。小弟以前都揸過下 Mercedes-Benz V 系 250D 同埋 BMW 嘅2系，都係柴油版。柴油版嘅力水非常之大啊，而且話去就去。仲有一樣嘢喎，柴油本身平過汽油好多噶，不過點計都好啦，都一定唔會平過純電噶啦。我自己講到咁勁啦，其實我就未試過 BJ40嘅柴油版啊。不過呢一部呢係2025年嘅榮耀版，啱啱喺4月上市噶咋，而且佢嘅開價就算係頂配都好，非常之親民啊，15萬左右你就可以攞去返屋企啦。嗱，頭先講到咁筍啦，又話柴油版點好點好。但係都要講下佢個弊處俾大家知喎。柴油版雖然係平啊，但係維修保養一定要做到好到位噶。因為柴油版嘅引擎啊，唔容易招呼噶。如果你唔係買一手車嘅話呢，分分鐘出到去俾人拖到你一頸血啊。除非你好在行，如果唔係，都係玩翻電驅版罷啦。請幫手 subscribe。睇返我之前條片介紹 BJ40嘅電驅版，我都有介紹佢噶。好，廢話太多啦，馬上去片。點啊？正唔正？大聲啲，同我哋講正唔正？蠻好。這台多少錢？這個是改裝過的，素車跟這台是差不多的。素車。對，然後這個柴油版本的是155800元，多少？汽油版的多少？155800元。15萬5800。對。柴油的。等等，唔好意思，佢話155800元，我冇聽錯啊嘛。改好15萬。沒改。沒改。對。如果改好了。這一套全部的改裝件下來大概是4萬元，10萬左右，咁樣咯。哇，改好咗，仲係原廠喎，都係加多4萬蚊就俾你啦。咁不如嗰價改成？係啊。陳太嘅意思呢，就話將個真情版改到呢一款柴油版咁樣，唔知得唔得呢？但係呢啲好靚喎。你最中意嗰啲雅克係咪？咁你係咪配呢個電鍍啊？總之格西性格。呢個應該改翻碳纖，碳纖好睇。咁呢個是電的嘛？這個是電的哈。這個是後期改的，後期改一定係呢錯嘅。哦，本來就是固定的。對，這個是改成電的。哈哈，改咗咁多嘢，都係加多4萬蚊。咁不如我同各位觀眾數下睇到嘅嘢改咗啲乜嘢先。嗱，包括咗呢一隻雅克式嘅車身啦，仲有側邊嘅書包仔同埋樓梯仔，車頂嘅旅行頂架，前面嘅繩索絞盤，電動腳踏，仲有佢條避震啦，再加埋呢剎車系統都改晒噶。我問你哋服未？我就冧爆咗啦。係咪好硬派啊？你㗎？啊，陳太你中意邊架？呢架好靚，你睇裏邊，你入去裏係嘛？邊睇。我入去睇你唔拍啦，你幫我拍下插頭咗啊嘛？唔該你行入去睇下。補充少少，嗱，最重要一樣嘢咧係改好晒俾你，即係證明到你可以合法出車，唔使自己再去車管所再登記啦。只要你執多2執，將一啲你唔中意嘅嘢加一加去，我諗俾多1萬蚊 budget 啦，一部全新改好晒嘅改裝車，你就可以攞去返屋企啦。睇到我哋兩公婆眼都得埋，而家情況有啲尷尬，唔知講啲乜嘢好，所以兜返個圈，暫時思考下人生先。
嗱，好難呢，嗌到阿陳太幫我拍個測樣俾各位觀眾睇噶。好，陳太唔該幫我揸機。哇，開門咧好闊，哇！呢條繩喎，柴油版呢架係，硬頂冇天窗。唔係啊，佢係就咁開，唔知咩嘢㗎。哦，開縫啊，唔係啊？係啊，呢個縫呢可以就咁拆落嚟。嗱，我孤陋寡聞咋，你哋可能知噶。呢個越野派喎嚇，即係變形金剛嗰啲防派款，全黑嘅。咁呢度冇芒喎，如果呢個柴油版就柴油版嘅力水梗係好好多啦，係咪比電好多？各位觀眾唔好走開住啊！一陣間仲有彩蛋派埋俾大家。嗱，柴油版嘅力水雖然係好啦，但係根據聯合國環保組織去建議，全球所有嘅柴油版私人汽車，即係私家車啦，慢慢就會開始淡出市場噶啦。呢個係國際規定，所以大家如果玩柴油版呢，你要預咗遲啲油站唔會再有油賣俾你噶啦，即係話你喺二手市場呢要甩手就有啲難啦。嗱，講咗咁耐啦，呢一架嘅 BJ40其實有好多個版本，除咗有我第一集推介嘅真情版之外，呢一集就係柴油版啦，佢仲有汽油版㗎喎。嗱，講咗兩集嘅 BJ40，佢係邊間車廠呢？就係我哋耳熟能詳嘅北汽啦，就好似我哋香港嘅仁孚咁樣，佢嘅代理啊，包括咗南韓嘅現代啦，同埋德國嘅奔馳啦。嗱，眼前嘅彩蛋呢，就係 BJ40可西利守望計劃嘅改裝版本。咁咩叫做可西利呢？佢呢就係位於中國嘅青海省。嗱，記住青海呢係冇海噶，只係一個好大嘅沙漠，位處於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區啊。佢係屬於國家級嘅自然保護區，亦都係世界自然遺產。去得呢啲地方呢，一架普通嘅 SUV 根本就去唔到噶，除非你有貓9條命啦。所以要一架靠得住嘅4驅露營越野車，就非他們莫屬啦。呢度啊，你真係可以置身於青海，體驗藏族羚羊自由自在四處奔跑。你隨時可以見到萬馬奔騰，感受一下大自然嘅氣勢磅礴。一生人啊，一定要去一次咁多，你就不枉此生啦。好，你哋除咗睇大台介紹車之外呢，過埋嚟我哋呢邊啦，睇下我呢個市井之徒嘅驗樓佬，講下小眾未認知嘅新車啦。反正撳個訂閱掣都係免費，又有乜所謂？好多謝大家陪我睇到嚟呢一度，請 subscribe、like 撳埋個啷啷，再幫手喺社交媒體度分享出去。我哋下集有更精彩嘅內容，我都係唔阻大家睇埋個片尾啦。拜拜。What?